2025年度邵逸夫生命科學與醫學獎由沃爾夫岡·鮑邁斯特獲得，表彰佢對冷凍電子斷層成像技術嘅開創性研發。呢個係一種三維成像技術，催生出一個全新領域，稱為原位結構生物學。馬克斯普朗克生物化學研究所位於德國嘅馬丁沼地。沃爾夫岡·鮑邁斯特喺研究所已經工作咗超過40年。佢係一個結構生物學家，自細就愛上科學。當我發現未知嘅事物，我就覺得好好玩。有新發現令我覺得樂趣無窮。沃爾夫岡喺青年時期已經有研究天賦，當時佢花咗3年時間研究植物生態學。最後我喺文理高中畢業之前發表咗一份小冊子，令到我喺德國生物學家協會等得到幾個嘅獎。我發現我好享受呢一種小研究，而嗰一次成功加強咗我嘅諗法，希望之後都以科學為事業。沃爾夫岡擁有生物學、化學同埋物理學學士學位，以及生物物理學博士學位。佢喺1983年加入馬克斯普朗克生物化學研究所。佢開發出冷凍電子斷層成像技術，係一個冷凍生物樣本嘅三維成像技術嚟㗎，可以睇到分子喺細胞內嘅相互作用。而一切係由一個念頭開始。只要我哋觀察到細胞內整個分子群體，睇到當中嘅分子點樣相互作用，我哋就能夠深入了解細胞嘅運作。我覺得咁會好正。喺1980年代，標準做法係研究孤立狀態下嘅分子。26S 蛋白酶體複合物係分子機器，可以清除細胞中受損或者多餘嘅蛋白質。我哋研究孤立嘅26S 蛋白酶體，但係後來明白到嗰個係好活躍嘅結構。我認為應該喺呢個分子運作嘅環境之中研究，而嗰個運作環境即係完整嘅細胞，呢個就係研究嘅起點。但係當時科學界並唔太認同沃爾夫岡嘅諗法。當時大家對呢個諗法都好懷疑，有啲人仲講笑話，研究孤立嘅分子結構已經夠難，仲要喺細胞內擠迫嘅環境研究，嗰度有數以十億計嘅分子逼埋一齊。沃爾夫岡要克服重重障礙，先能夠開發出呢個科技。電子顯微鏡利用電子束獲取樣本嘅二維影像，而喺冷凍電子斷層成像技術，二維影像就係由多個角度拍攝。將呢啲影像輸入電腦之後，再疊加起嚟，就形成研究對象嘅三維結構。呢個三維影像稱為斷層成像圖。畫面上嘅係病毒。喺左手邊，你睇到一般嘅二維投影圖，呢個係有斷層成像技術前拍嘅。你睇到啦，因為好多結構特徵都有厚度同埋重疊，睇起嚟好模糊，睇唔清楚細節。將多張二維影像合併之後，就呈現出三維斷層圖。呢次係第一次睇到單純疱疹病毒嘅完整結構，而呢啲資料能夠用嚟研發抑制病毒嘅藥物。當時冷凍電子斷層成像技術嘅一個限制係呢個方法只能夠用喺好細小嘅樣本，
例如病毒或者細菌。沃爾夫岡同佢嘅團隊改善咗聚焦離子束閃削技術，即係 FIB 閃削，將細胞削薄。未有 FIB 閃削技術可以將細胞削薄之前，你可以睇到只有細胞嘅外層，即係細胞周邊夠薄，能夠俾電子束穿透。而家有咗 FIB 閃削技術，就可以將細胞削薄，即使係之前黑媽媽睇唔到，都可以用斷層成像嚟到調查。而家我哋就可以研究整個細胞。沃爾夫岡同佢嘅團隊亦都開發咗模板比對技術，只要得到新嘅斷層成像圖，就會用資料庫比對辨認出分子。我哋雖然睇到，但就唔知到底係啲乜嘢。透過模板比對技術，我哋可以辨識同標注所有密度區，再將佢同蛋白質資料庫入邊15萬個蛋白質做比對。快速處理斷層成像圖係好重要嘅。沃爾夫岡嘅實驗室每日可以拍300幅圖，而佢嘅研究喺2002年迎嚟咗重大突破。我哋學會咗喺電子顯微鏡網格直接培養細胞，咁顯示出好靚嘅細胞骨架，仲有其他特徵，例如核糖體同蛋白酶體等。而喺嗰次之後，好多人開始對冷凍電子斷層成像技術感到興趣。而沃爾夫岡亦都開始獲得唔同嘅工作機會。當時加州理工學院院長戴維巴爾的摩話，希望呢個技術喺加州理工學院發展。加州理工學院長久以嚟一直都進行物理學同生物學嘅界面研究，但我覺得我喺呢度冇咩唔開心啊。留喺馬克斯普朗克生物化學研究所嘅好處就係你會有長期嘅支持去做啲高風險嘅項目。沃爾夫岡嘅研究開創咗原位結構生物學嘅新領域，佢嘅方法被應用到一種神經退化性疾病——亨丁頓舞蹈症。我哋放大咗神經元入邊嘅神經毒性聚集體，呢啲藍色嘅絲狀體就係亨丁頓蛋白組成嘅物質，即係喺細胞入邊生長嘅絲狀體，佢哋會徹底破壞環境。你睇到圍繞聚集體嘅紅色部分，呢啲係內質網，幾乎被徹底摧毀咗。因為只要亨丁頓蛋白嘅纖維絲掂到個膜，嗰塊膜就會被破壞。研發藥物就可以用嚟治療亨丁頓舞蹈症啦。知道細胞入邊分子之間有咩相互作用，就能夠明白或者揾方法阻斷嗰個相互作用。我認為係好有潛力嘅。依家沃爾夫岡接到越嚟越多藥廠邀請佢去分享冷凍電子斷層成像技術同埋藥物研發嘅潛力。烏爾里奇哈特爾係研究所所長，幾十年嚟一直同沃爾夫岡合作。我最佩服沃爾夫岡，一直堅持目標要開發冷凍電子斷層成像呢個新技術。佢花咗好長嘅時間，而且亦都冇咗好大嘅風險，因為冇辦法保證最終佢能夠將研究推至現在呢一個階段。可以讓全球好多嘅實驗室使用呢一個技術。尤爾根普利茨科曾經係沃爾夫岡團隊嘅高級科學家，幫佢研發冷凍電子斷層成像技術。佢唔太中意受人注目㗎，佢真正在乎而又令佢有成功感㗎，係喺科學上面取得成功，探究真相。返到屋企，沃爾夫岡會盡情咁放鬆。多年嚟，佢收藏咗大量現代藝術品。沃爾夫岡同太太古德倫都好中意藝術文化㗎。佢哋早年喺一個舞會度認識。嗰晚我唔係咁開心啊，我唔中意嗰度嘅人。咁當我準備離開嘅時候，佢邀請我跳最後一隻舞，就係咁認識咗啦。
呢隻舞帶嚟咗50幾年嘅婚姻。佢哋有一個女，而且同爸爸一樣對科學感興趣。我鼓勵佢從事醫學科學，佢撰寫咗一篇好認真嘅博士或者係醫學博士論文。佢嘅專長係神經科同舒緩治療。至於沃爾夫岡，佢打算年底結束喺德國嘅實驗室，離開研究所，花更多嘅時間同團隊喺上海發展。基本上喺中國每間較大嘅大學都想發展冷凍電子斷層成像技術。上海科技大學聘請我做冷凍電子斷層成像技術中心嘅主管，所以我認為一直都喺度進步緊。